大家好，我是独立游戏开发者阿烟。今天我要来回答网络上关于独立游戏和游戏开发的问题。现在改行还来得及吗？改行随时都来得及。我认为可以去超商打工，任劳任怨，处理复杂工作流程，面对 OK 之类的，应该都能得心应手。因为呢，做游戏的都有自愿倾向，是抖 M。为履历加分的肯定是作品集，或者说行动力，有没有做出什么东西比较重要。单一技能其实只要去学，谁都能学会。有没有学以致用，这点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有对于剧情设计、游戏机制之类的内容有想法，但完全没有相关经验、资本等制作游戏的必须条件，这样是否有类似媒合或投稿的管道？在台湾可能有点难，可以关注每年的 GameWorks Lab 招募资讯，今年的报名已经过了。那媒合投稿管道，目前我所知道的有限，可以来这里看看，或者是去巴哈、FB 等游戏制作相关的社团。另外，资本不足的情况下，可以试着自己做。现在很多开发工具都很亲民，熟悉制作流程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要比 AI 强，要花多少时间跟金钱？AI 只会越来越强，不要跟机器比。身为一位刚被之前的游戏企划在失业领补助这段期间，有什么内容你觉得是可以让我们研究精进的？多玩各种类型的游戏，学习他们的优点，然后分析他们的缺点，还有参考玩家群体的意见。另外，也可以自己下海做做看，作品集永远是最好的武器。如果预算跟能力有限，你会想做游戏本体全用 AI 做，但美术自己画，vs 游戏全部自己刻，但美术都用 AI，哪种游戏？我先预设游戏本体有包含企划，AI 能做游戏没错，但能玩的游戏和好玩的游戏不一样。这个问题有点像游戏性和美术要选哪一个？我不信任 AI 当企划，所以会想自己做。所以我的答案是本体自己处理，美术就用 AI。但预设游戏本体不包含企划，也就是说企划已经成型的话，确定要做什么游戏了，那我会选择程式交给 AI 处理，美术会请老师去绘制或者是购买商用素材。为什么已经有无数款游戏跟市场证明了追求画质百害无一利，还是有一堆厂商为了追求画质，让自家游戏成本过高跟优化失败，最后销量惨淡？游戏公司决定权最大的人，不一定是懂做游戏的人。画质看起来好，有利于宣传或是吸引投资，因此有些公司会以画质超好来做噱头，优化之后呢再处理。那就是先上车后补票，但补票失败就变成这样了。怎么找到有趣的游戏机制？比较常自己发明，还是从其他游戏寻找参考呢？通常会从其他游戏找参考，从一些小游戏获得灵感。怎么判断什么游戏节奏是有趣的？我觉得难以判断。每个人玩游戏寻求的体验是不一样的。有人喜欢刺激，那就会喜欢快节奏；喜欢慢活种田，就会是慢节奏。主要还是看 TA 是谁。过程中最享受和最讨厌的事。最享受的是玩家在实况玩自己游戏的时候，突然发出笑声或者是吐槽的时候。最讨厌的是游戏有一堆自己没发现的 bug，一想到呢，我就从零开始能怎么办呢？先问自己想做什么，想让玩家玩到什么内容。我会推荐 Galgame， 做简单的剧本和分歧会比较有成就感。成就感建立起来，有兴趣之后呢，就比较容易去深入研究。我觉得可以去下载 Unity， 它是免费的。那 YouTube 也可以直接找到相关教学，关键字是 Fangas 插件。那祝你开发顺利。现在入行还来得及吗？随时都来得及。现在科技很发达，有不懂的地方呢，都可以去 Google 或者是问 AI，都能得到解答。我觉得蛮好的。一个人做游戏需要写 Game Design Document 吗？我认为需要。很多人做游戏的时候呢，会想到什么就做什么，最后导致东西一直做不完。企划书就像为这个专案画好框线，之后我们再根据企划书的步骤在这个框里上色。就算做到一半，要加新东西，也要确保在这个框线里完成，而不是一直延期。当然，我觉得这是最难的，但至少可以一定程度确保专案有在循序推进，这个很重要。如果做了一半发现缺资源，但真的挖不到或挤不出来，会选择投入时间或是放弃。
我会觉得看这个内容对你的重要性有多大，我会先评估这个东西做完之后，我会得到我原本预期能获得的东西吗？如果没办法，那我会先搁置，找其他可行的方向。毕竟生活最重要嘛，先有面包再说。开发中的游戏深度重要还是系统广度重要？我认为游戏深度最重要。好玩的游戏通常不会因为有各式各样的系统而好玩，而是某些地方特别吸引人，有深度，有些内容呢有传达到给玩家，才会让人印象深刻。那例如刷装备的刷子游戏好了，那我会认为游戏 build 它的优先度最高，其他反而是其次。一开始是如何走上这个行业？目前觉得这个业界很少被人提及的黑暗面是什么？会因此想劝退想进入该产业的人吗？一开始是因为想把自己的漫画做成游戏，觉得很酷。对，我以前有在画漫画，现在这边快转。很少被人提及的黑暗面，我也了解的不多。比较有印象的就是一些游戏公司不把玩家当人，只把投资人当上帝啊，拿到钱随便做一做就拍拍屁股走人，就像募资后跑路一样。但我也不会因为有这些事情就劝退别人。我认为想做游戏，谁都可以想做，那想做的人就做吧。推荐好玩，好奇有没有什么想做做看，但现实考虑而胎死腹中的内容呢？有很多想做的企划，但是其实都胎死腹中。像是实况专用的派对游戏，让实况组跟聊天室可以一起同乐啊。只是碍于目前职涯的规划，还没有时间可以制作。那下次一定。如何获得开发游戏时必要的资金？资金通常会如何分配在游戏制作和行销上？通常呢是工作存钱，或是邀请投资。在确保游戏本身是好玩的情况下，我会建议60%资金用在美术最好。就看看莱莎的大腿。行销则是我比较不熟悉的地方，可能没办法给太多建议。毕竟我之前自己游戏的行销很烂，最近才在找发行商，希望能学到新知识。如果是一个小的独立开发者，会怎么找测试员？朋友永远是你最好的测试员。如果想做的游戏比较小众，明显不是主流市场会喜欢的，会给予什么建议呢？要看这款游戏的目的是什么，想要完全展现自己的作品吗？想要话题吗？还是想要赚钱？那先理清自己需要的地方，然后在这3点去做取舍就可以了。Steam 上不乏有创作者只是为了将自己喜欢的东西展现出来，想要圆梦就直接上传免费游戏让大家玩，我就觉得他们超酷。想请问业界开发风气的转变，现在许多游戏大厂被玩家诟病优化不够 AI 来凑，也就是过度依赖 DLSS 这类 AI 补帧与渲染技术来扛出效能。对于资源有限的独立团队来说，你们会把这种 AI 渲染技术当作专案初期的必要救星，还是会担心对 AI 硬体技术的依赖反而拉高了没有资源去整合测试最新 AI 技术的小型极简团队的竞争门槛呢？那我不是专业团队，懂得可能不多，只能用自己目前所知的部分来回答。如果有答错的地方，请见谅。那 DLSS 原本的设计呢，是让已经优化好的游戏跑出更好的帧数和画质。大厂被骂通常是规划问题，不是技术真的做不来。那解放优化人力去做核心内容，这个前提我觉得不成立。这2件事并非并行，而是有顺序的。通常是先有核心，我们再来谈优化，这样。所以专案初期还不会碰到优化，所以它不是必要救星。多数的独立团队甚至用不上。独立游戏的战场呢，本来就不太在画面效能这一块，而是在玩法和风格。这也是为什么一直以来都会有各种独立游戏在爆红。这样，希望能有回答到你的问题。那整体来说呢，我不太担心这件事情。对把游戏软体开源有什么想法？工具和引擎的开源其实蛮有价值的，可以造福蛮多人。会刻意避开像 GPL、V2、V3 的依赖吗？那这边我不太熟悉，但我会选择授权比较宽松的依赖，比较保险。Lua 好上手吗？Lua 我有稍微看过，那它的语法很精简，好不好上手可能因人而异。如何在多平台释出时仍保持游戏的性能优化？我认为可以先找一个比较弱的目标平台去测试，避免移植的时候会发现有问题。这样，推荐现在高中就试试做游戏吗？小学我也推荐越早越好。如何找人协助翻译？可以在 FB、巴哈、DC 相关的游戏社群询问，那边都蛮多人在交流的，也许可以找到。如何维持社群？
多发文，固定分享开发进度，诚实面对玩家的回馈，然后虚心受教，态度很重要。通常是什么契机让你想要制作一款游戏？当我发现某些内容被做成游戏会有趣的时候，也可能是我看完某部电影、漫画，或者是玩了其他游戏获得灵感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说，不然做做看这样子。那也有可能是被假广告骗了，然后就想要做。对，在开发之前需要先了解或规划哪些东西。开发一款游戏时，通常会经过哪些步骤？开发之前至少要先知道用什么工具做。那如果想做手机游戏，我会推荐 Unity。那2D 比较轻量的 PC 游戏的话，高岛也不错。3D 的话是 Unreal Engine。以我个人开发游戏的时候呢，通常会经过想法、企划、原型、资料、测试，然后去完成。想要给刚进入游戏开发界的新手开发者什么建议？我会建议呢，新手开发者不要想要做太大的游戏先从小的开始做就好。太多人因为一开始呢想的太大，想要做个原神结果做一半做不完就不做了。那我觉得不如一开始就去做简单的俄罗斯方块贪吃蛇之类的，先稍微理解整个流程怎么做，然后再慢慢一步一步累积经验。请问是使用 RPG 制作大师吗？这项工具在2026年还好用吗？我用的是 Unity。那 RPG Maker 也没有不好用一说啦，除非你做的不是 RPG 游戏，那我会建议可以再考虑一下用其他的。是使用 Blender 吗？会比其他 3D 软体好上手吗？我用过 Maya 和 Blender 确实比较好上手，也相对轻量。网络上也有很多学习资源，大推。睡前我看 IG 都会看到那些 Blender 作品展示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制作游戏时程式、美术、文本都自己包办吗？会觉得哪个部分更辛苦吗？哪个阶段最累？目前是自己包办，美术的部分画不来会选择去买商用素材。我认为都有各自辛苦的地方，最累的还是后期测试的时候吧，就抓 bug 很辛苦。创作文本时会塞入一些某语言双关笑话吗？有的话，会想过翻译成其他语言要如何翻译笑点吗？我会尽量塞入自己主语言能理解的笑点，不管是双关还是谐音，都会尽量去塞。那我也不太会去考虑其他翻译的部分，因为我也不太懂其他语言，就不会多做考虑，就让负责翻译的人尽量就好就交给专业去做嘛。有过制作游戏的经验后，在游玩其他游戏时，会不会多了一些不同的观点？比如说，这个场景素材我用过，这个大部分啦，大家懂的都懂，场景素材、商用素材，大家都嘛知道，懂的都懂。那观点当然会有能学习的优点，也有不要学习的缺点，也会有一些阴影，例如玩到一半有点恐慌，会觉得自己为什么不去做游戏，要再玩游戏呢？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品格先端正呢？类似之类的啦。好，希望今天有回答到大家的问题，欢迎大家一起交流分享。我也不是什么厉害的老鸟，只是碰壁次数比较多的做工人。做游戏对我来说是开心的，以后也会继续做，我还是会继续下去。大家有空可以来我的频道看看，平常24晚上8到10点会在 Twitch 开台。那我的游戏回避我的死亡结局，也欢迎大家来玩玩看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